喺黑暗陰暗嘅監獄入面，約閒排佢啲門徒去揾嗰個要嚟嘅，佢把聲充滿住憧憬同渴望，你係咪我哋等緊嘅人？耶穌好心咁答，你喺呢個世界見到嘅嘢，盲人得到視力，跛腳行路，窮人聽到好消息，而唔因為我而跌倒嘅人係有福嘅。看那風仍然喺荒野唱歌，關於一個為神嘅兒子準備道路嘅人，呢塊岩石仲係寫住約翰嘅名。你出去睇啲咩？唔係風中搖曳嘅龍魂，唔係精緻嘅詩章同感對，但係一個嚟自天上嘅聲音。睇下我派我嘅使者嚟，行喺你之前，準備你嘅路，一個比所有地上嘅先知更偉大嘅先知，但係天國最少嘅係大過約翰，約翰把聲仲係響亮，為光嚟到地球準備道路。約翰把聲仲係響亮，為光嚟到地球準備到。